哎呀，各位聽眾，嗰個真係咧歡迎你到嚟聽收聽，邊咧學緊蘋果，安尼坐電話，安尼坐手錶，佢就兩禮拜嘅講嚟了啊。我第二個禮拜即是第二個禮拜我就要去講蘋果嘅電話，手錶啊，無你只要我聽，咪死我可能哪就會聽。你人叫我一個電配啊講。冇啊，人要修理房間，所以 reservation cancel. Oh shit! Oh shit! Right. So 我去 Evergreen Brothel. Evergreen Brothel. So 我訂啲 Evergreen Brothel. 講哪個？哈。特別較好本啊，特別較好本，because 因為我係嘛，伊人嘅 breakfast，伊人嘅炸糞，伊人嘅炸糞真好食，麻古啊，真好食，真正物件，哈，有唐人，個有 western 個嘅哈，所以人起炸，人起炸起不老啲個，伊食伊人燒飯了對起了食伊學得嚟麻煩。怎食？食人姐妹。哎呀，炸起燒真係有，一包嘅嚇，一包炸糞嘅嚇。炸糞包起來炸糞嘅。哦。你是你要去半山食嗰啲，你不要。冇因為冇嘢燒飯呢，半山嘅燒飯較好食咩？你不要下晡甲去食。冇賣了，伊個咖喱麵就冇了，你福建麵就冚大了。啊！你袂使等到，你去不了啲個啊，10點咧就冇了。你去10點半啊，咁你叫不了啲個啊，係咩嚟？不了啲個啦。所以有 menu 餅，有 restaurant 77，係你人嘅 favorite 嘅 cafe。哦，我想講係 restaurant 叫做不了啲個啊，係冇啦，不了啲個啦。哦，去不了啲個半山啦。你在福建話不了啲個先得講哦。不落啲貴，唔對，來講下啦，學應該點猜看，來，唔猜啦，鳥出書，冇啦，不落啲骨，不落啲骨，啊，不落啲骨，啲小水啲加骨嘅骨，不落啲骨，你曉 Mandarin 嘅人曉都就知呢個字，那是啊，這係咩？這是 official 呀，甜骨啊。Oh my god! 你 reflection 都可以 reflection 多看的話ketupat lu mang tintang. Please don't move the boat. Fuck you. Say don't move. 曉 Oh my god！ 好笑咯！我都看ketupat。我一直講ketupat don't move，就放人啦。你講，我翕到條個手面條Oh my god！Okay，so 但我講咩啊？哦，不落地骨啊！因為這是 official 到底邊人嘅包裝唔是用嘅，好似不落地骨啊，但做冇啊。你安怎寫你定人話？嚇？都別講，你定人話安怎寫？布羅地骨啊？啊？布啊？布羅了？羅地骨地，小水地嘅地詞。你若是講你讀用 Mandarin 讀係一部準嘅咯，你是佛羅詞話嘛？哦，詞話嚇，詞話即係骨嘅話，所以佛羅詞話是 from 人嘅福建字嚟寫嘅時嚟讀到對嘅。你講布羅地骨跟佛羅詞話就未聽到嘛？特別你讀福建話布羅地骨嚟講，意思是布羅地骨。我阿家你講我佛羅田骨啊，咩地骨？哦 ，OK。地骨。哦，地骨。啊，地骨。所以係咪喺你笑最點講骨啊？特別意思啦，是用嘅聲啦，你知道？伊是用咱布拉迪古斯嘛，但種布雅嘛是你讀福建話是但種布雅嘛，แล้ว你讀烏雅嘛，布雅阿雅嘛，แล้ว但是講你用 Mandarin 讀是但種烏雅，咁樣講布雅是福建話，伊是 originally 福建話寫出來嘅聲嘅。哦，胡蘿蔔喎。OK，我講蘋果。嚟蘋果。拼
住人正有用蘋果嘅電話，冇插到是。我 3G 用加 5S 用加 SE，然後我有一擺用 HTC。The regret of my life。做咩事？我俾聽話，做咩事？你以前 HTC 嘅事還是 because 我 operating system 嘅事？你講下。呢是 HTC 嘅事啦。哦。HTC 就迄個機響兩年就除啊，冇啊。爸爸啊，換 motherboard 都就我去蘭啊，就係換 motherboard 啦。有咯，以前先都特蘭嚟就係為咯，攞咩為？啊，小個啊，換 passport 嗰邊嘛。係咯，對。啊，你慘咩 HTC？哎呦，真慘啊 HTC。แล้ว我下擺啊，我係規個 family 嗬，就家己講我人買買 Android phone 了。特別白咧 ，OK， so I think 我那時會叫我用 Android phone 啦，我 baby 買 Google Pixel。OS 真係奇怪啊！我真係買。是講我諗我是未打開 Android，unless 我冇 iOS， 我會成個嘅 use 啦，我會關係我用關係啦，嚟用 Android。但是講冇嚟講，我咁運，我甚至要做我自己 suffer 掉，我用我自己愛用嘅物件嘛。但係我用 iOS。我介紹攞咗咁樣協你好是華為。華為啊？Not bad 呢個，依個 camera 真係水。依家係對之類嚇，依家係對咧 Apple 嘅。Apple read off 啦。แล้ว係咪啊？我係硬咗伊用嘅 S7 嚇，兩年嘛是愛除啊。除咩？你講咪除新電話呀？我伊愛除了啊！伊愛換了，愛拍了一電話，辦啦。係咪啦？แล้ว嚇伊個 S7 未接水嘅嘛？伊個 front camera 接水啊！哎呦死！你咪是睇我係線嘅咯？嚇！依咪？依個 advertise 是 waterproof 一個接水一個保險嘅啊？點啊？依度 warranty 啊！warranty 貴啊！問題是，因為依度起航俾小米。小米 OK 咯嚇，小米。唔知啊，伊俾小米新嘅，係咪 Pocophone 啊？Pocophone budget tapi China high spec。我係 scarf 嚟啊，我係 scarf。用 SE 啊。清。你拍本嘅。講聽，啷講你隻 phone 呢？貴你學你接嚟啊，開貴台風嘅了呀，都是一間啊，佢都擺。你冇人講話。一隻電話，嗰隻冇得擺，嗰隻嗰隻我講話。伊Big 媽媽可以。Big 媽媽是最，係一間。你講咩有媽媽有？伊 Rosie 媽媽。Big 媽媽，叫伊 Big 媽媽嘛。伊特蝦米物件咧，叫伊 Big 媽媽學邊樣嘛？你即係咧，我冇聽到就是不得買用自己啲拍扣掉啦。不得買用你用咩電話？不得買用7 iPhone 7哦。伊係變成伊變咗賣名而家，等於伊變亂咗。我是7嘅567要567。伊講伊名叫做普基，普基真狂。掉，伊講贊成，伊講狂甲上擺流汗。就瘦一摸咋？阿仔3年，嚇！阿仔生嚟跟我講哦。要3年。Goodbye。你快啲嗬！你未食啊？你靠到伊啊？你攞3年。我生咩寶貝 ？Goodbye。你睇到我朋友啦，像士兵。Goodbye 啦。了你頭食伊。
Hey, okay, so I'll make another thing about then iPhone. Oh, hele, Apple Watch Gold Apple Watch 乜水乜咯？我每路當劍下，那是愛買迄 Apple Watch，或者買第三、第四號。第四啦，please。第四啦，掉第四。你member stainless steel 咧，那是真正สุกeven though 一劍嘅 stainless 一 brush aluminum 嘅基本水，特別我สุก白啦，特別你那是講俾劍咪講你，還是愛還是 grey 嚇，呢啲 stainless steel 嘅較便宜。特別因為我當劍下真慘啊！我有一個 fossil 嘅手錶啊，真正 Michael Kors 嘅迄個 rose gold 有 brilliant 嘅手錶啊。然後我媽咪俾互我畢業，我 bachelor 畢業，然後我胖幾期咯。Oh my god！你啦，我真 sad 你知哦。然後我當劍我有一個手錶都可以胖幾嘅，唔知就是。你可能 pickpocket 是 pick 起啊？手錶真正硬胖起哦。哇！伊唔是穿到手嘅，唔是穿到手人再胖幾。四粒嘅物件。我幫伊翕啲真勁啊，係咪貴啦？John 咪講啊，我捌胖見一粒嘅 Rolex 啲哎呦！又講嚟了。我你冇看當劍，你冇看冇穿手錶呀？Because 我叫人家上拜當劍，我冇手錶。有呀喎，我就是胖起落力啊，我考前名喎。我冇考啊，我考咗估啊，你安怎會胖見到啲菜館？你安怎會胖見？你行來煮食啊？唔是菜館，車店。哦，車店。唔是車店，客棧哦。我啦，我起行嘅上拜講咁樣。你到對來啊！你起行到對來啊！你真你真。我甲你講，我。都好啊！我下自己我做工嘛對哦。然後我只大約咧，我講咗我去西邊一個，去樓頂去房間西邊一個。西邊啊，我咪是頭位手錶係啲喺你西邊盤邊啊咯。然後講我走落去。我by the time我了呢，我到底去看無了咋？然後我咪是 report 講碰見咯，私人客棧到見接we will investigate 是人面啊。哦，依人燒氣啦，我嚟 investigate 係咪貴？哎呦，我甲你講我心著聽甲我無穿手錶甲見接，你知哦？你每位安看，到伊買係你鋼甲無哦，一白嚇，一對。我唔買，我講你唔買，你免買，我唔會穿手錶。我下人嘅見接。你講啊，我講未碰見會碰見啊。就是我爹特特擺講人哋款啊，咪數你買你貴物件，你碰見一刀呢，甲你累無了。伊講特擺以前嘅手錶啊，較少會買啲嘅路邊嘅。對。啊，伊講伊若是碰見，伊講叫買個一個，伊無好，無差。無心聽啦。無心聽。你看我當劍，我手錶真心聽。來阿涵。來講個種你會 plan 成怎樣買咩？แล้ว anyways 我有一個 Fitbit，แล้ว我 Fitbit 咧就是頭一個 Fitbit 啦，會使受水嘅，特別伊唔是 smart watch 啦，伊是一個 tracker 爾。แล้ว平時我是一隻手穿 Fitbit，一隻手穿手錶嘛。OK 啊，แล้ว問題是嚇，我唔是為了愛買 Apple Watch， 我嘅手錶胖機去，我手錶真係是胖機嘅。แล้ว我當見。一隻手 free 了啊！我唔知愛買對 normal 嘅 watch 就是愛買 Apple Watch。Of course 買 Apple，OK， 你買你 normal watch 啊個貴你開99塊。OK，所以你看 ，OK， 你愛開99塊，還是你買？我唔知Australia嘅類似就這裡。500塊。500塊 Apple Watch。500塊你值咩？嗱，你買大粒嘅咩？還是買細粒嘅呀？我唔知哦，我係記是500塊啊，看先啊。你應該500塊上面是細粒嘅咯。So I think 啦 ，usually yang list is starting price 嘛。So 你若是買第一版機嘅話是399美金啊，但係是however much 啊。你咪是400塊嚟講，你咪是穿一粒，然後你可以穿到小水，你可以看你 activity，你打鼾咧，我看你穿嘅打鼾那個。拍啲3年，你個 feel 到 maybe 要 upgrade。
600塊啊，先呢，慘哦。600塊你貴啊？第四了本啊？安娜，你免俾 MS 啦。BBS 你咧 BBS 係咩啊？迄個無 cellular 啦，第一班嘅 sport band 啊，個高都知哦。呢度隔嚟了嘅，呢啲 band。阿 John 都係 Access Max 是冇？對。就是啦，我若是背我買 Access Max，特別 Access Max 就變咗貴咯。哎呦，你冇啦，UK 冇 iPhone upgrade program 啊？冇，你是我買，是我買 outright 嘅，平你女啊是我嘅啊。嚇！我頭冇成日看，我買 outright 了個一個 unlock， 特別 OK，so OK 阿韓啊 ，OK 我 try to。誒，你阿仔佢係背嘢啊？我阿仔嘅頭整是貓，愛卡穿是背。見到。你看，一千九十九，你看，你未看到啊？1099，1099是一寫啊，係啊。哦，大。阿咪伊嘅 storage 是。storage 是64呢。特別嘅 storage 我冇插緊嘅正，佢較濟我用 iCloud 嘅。特別你係64嘅咩？這裡是我係64A 啊，我 actually 未啊，我最少是我買128。That's why 冇128嘅，一隻搞嘅 trickery 是 from 64 to 256，所以你特別拍啲特別俾256嘅。好奇怪。OK，拜拜。Bye，嘉哥。邊棟嘢嘛？我SE 啊，我64 gig 啊，被拍我用一半呀。哦，你看你咪係，你俾是你個俾256嘅。哦，是哦。因為你在做咩事哦？唔是佢較快，因為伊個 plan 嚇，伊個 plan，伊個 difference 是10塊呢，一個月。啊，你我講，哎呀，唔要緊啦，10塊。特別冇講聽，你係你咪是你係少較濟 storage space 嚟講係哦，你咪是翕隻隻 video 啊、photo 啊咁咯。點咯 ？OK，Series 3哈，399呢。Please，但是你買嚟講 ，you want to buy the last， don't buy the old technology。是咯，就是我買呢個 SE 就是 regret 啦。啊，我 advice 人講，那是講你會 afford 啦，那是你會 afford 買啲新 technology，so that 你 last 你較 long 較久啦，打很較久。那是講你冇在掉買第一關嘅 technology 嘅，但係是冇你未 afford 免買個，等個拔刀，係是你個買第一關 technology。OK，that means 阿John 講俾99塊嘅 watch，normal watch。你想伊個白嘅是金嘅較水哦？伊個白嘅是淡薄成個 silver，伊隻淡薄 grey，淡薄隻 light grey。你去店面看啦。我頭晚我去店 live chat 啊，因為我愛 remember 我係咪食啊，冇人插我。你睇下伊咩 live？哦，我係 telco 嘅 live chat service 啊，冇人插我。阿 John 啊，你係是金嘅是冇？啊，對，來看。伊是差不多像個我 iPad Air 冇？Actually 伊較紅淡薄，伊較紅淡薄。較紅啊。紅 and then 伊較重，伊個金啊，你看，it's almost slightly copper 誒。Oh wow, okay. So maybe Hello. 我俾金嘅哦，金嘅個。Gigi，摩托鈴，歡迎。誒，都冇看到你誒。啊啦，我必隨看咗 join 嘛，當叫我仔講我 join，我應該是冇 install 我係你 webcam 喎。我看到啦。啊，阿邊我冇 install web，我看到你面。我冇。再來俾我。嚇，我冇攞俾一粒 X 嘅，我俾興機冇興了，我嗰啲俾嘛跳更。哦，actually 那是你有單嚟講係你免 upgrade 嘅。啊，是咯。spec jumbo 只隻。Actually 啊，我點解買到我買6時我記得啊，都應該是做差不多2-3個 generation 嘛，我走去買 second hand 不好啊，我計買900塊個咧。所以我無聊累哦，我無聊真係濟哦。我如果啊一年差不多用不到1000塊㗎，1000幾塊嚇呢 OK 個，
compare 甲用迄個 Google 嘅電話咯。做咩事？Google 電話就點話咩？我尤其是 Android 啊，有人講未輕啊，我唔知啦。特別以前呢個特人掉靠背靠步講哦輕啦，係咪啦，係你咪嘅。software 啊，特別 reinstall。哇，對 format 個 format 咯。Apparently 當嘅 Android 嗬，伊人冇 support 冇 software support 了啊。嚇？哦嚇？伊人係自己。巴蘭呢兩邊。OK。講咩？我 actually 我看，我download iTunes 嘅 data 嚇，真係almost 70% to 80% 嘅人聽本來學嘅 podcast 是到啲 iPhone 嚟聽。哦，是啊。哦。誒，阿 John 嘅 eSIM 是 a software update，你知冇？所以你嘅手電啊，較換一年啊。伊都會 enable 了，伊 enable 了。特別唔知看你嘅 carrier 有 compatible 嘅 eSIM 冇？因為我啲 announce 有了，特別我唔知講 AT&T 愛換伊嘅 AT&T SIM to 伊嘅 eSIM 冇啦，我唔知。你嘅 provider 是 AT&T 啊？哈。哦 ，OK。所以若是講伊人愛來講，that means 我咪是 free up 我嘅 physical slot 咯。啊。就我想應該是冇問題啦。I mean，但係伊都冇。冇清差啲。咁轉到佢意思都先隔你下。伊 dual SIM 但是一個 eSIM，一個 physical 嘅 SIM， 唔是像中國香港嘅都是攞掉嘅嚇。哦，你是係一點了解嚟講，你變成記者了解啦，變記 activate 啲 something 嚟，成個手錶啊，伊成個是成個手錶掉。伊個 conditions 講一句話就好我煩惱。伊講你聽，use of eSIM requires a wireless service plan which may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switching service providers and roaming even after contract expiration. Yeah. 所以是 up to telco 過啦，即是。it's up to 你嘅 company 啊。所以若是我 provider 若是俾歐版啦，伊講。我可以邊個未使用白你，你未使用白你 SIM 啲啦。No. It refers to that eSIM 未使換去別人嘅eSIM。冇，你聽，伊講 use of eSIM requires a wireless service plan, which may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switching service providers and roaming, even after contract expiration. Actually, wireless service plan 是係咪貴？你電話咪咯，就 phone 嘅 plan 啊 ，phone。所以你係 4G， 你係 4G LTE 啊，是係咪啦？which may include restrictions on switching service providers。OK，人嘅看，你咪等你出嚟時，人就會人 research。即係厲害哦！你若是講啊，若是我 provider 講，好，我學你 eSIM，但係你未使用別嘅 provider。咪是未用咯，你未用你係 free and stock，你未用咯，你未係把你。But what's the whole point of having？ 好啦 ，exactly， 我未對佢用 Maxis 嘅 SIM 啊。I think 係啦 ，I think 是講伊嘅 eSIM maybe 你未換 eSIM。你知係咪我真正先？你就知我對佢馬來西亞真正一刀啊，一年一刀，地少是一刀嘅。然後我特擺就會買新嘅 SIM，佢哋新嘅號頭，佢了。哦，你會想用 permanent 嘅嘛？實際我係用 permanent 嘅，我係睇住嚟。permanent 嘅account，所以唔使滴話。我冇上嘅號頭係啊。那時啊，我講你聽，那時我會變逼之類啊，那時真正定掉了，我會用內聲卡，我攤下現去買哦。你先先未出過嘛？你咩現買個？一未出過啦，所以我等你等你出了人第時候，你使每日掉高咧嗬，你個買咯，你都冇料嘛。no。แล้วสิ่งแต่สิ่งก็รู้ไม่กินไหมฮะแล้ว10S Max 嚟講係แล้วมัน是斷子所對。你知無？伊個名阿毛字講 XS 啊 ，XS， 我係當數嘅了講啊，伊個名叫啊 ，really excessive 哦 ，excessive。OK，講咩物件要報槍？我諗俾講電話係咩物件？電話是手錶摩托零。手錶我用咗 Series 2，了我哋俾我冇錢嘅。
แล้วอี時嘅 qualification 啦，แล้ว我當今我想買嘅一粒 Series 4看，但係佢啊，馬來西亞冇出嘅錢個。哦，差唔多上啦，依家往先是400塊一粒美金。400塊這邊嘛是愛，但是你買大粒咪就較貴。大粒嘅千400幾，馬來西亞你差不多1800幾啊咯。actually 是真貴啦，老實講，伊比頂刀係較貴，頂刀是329攤買啊嘛，當今就俾400塊個攤買掉。哦，咁咪是愛差不多1800咯。特別真好真快，喲真好。哦，你買啊？下邊。快哦！要標個電話。係咩嘅？嗱，冇係特別是要標電話係。哦。我是最多。你話題是咩成人呀？你一手惡嘢咩？一手錶係啊好用嘅，一手錶啊！成日我有做 exercise 兩項嘛，係而我做到嗰陣時，我有搭架車㗎，係嚟走嘛，所以我去參加到嗰陣時，我做 training 嘅時候，我冇用伊入邊嘅 app 啦，我 pre-install 把你 app 哦。actually 我架車。有 track 到伊真好，了係你咩啊？係搭架車，我搭架車 meter 派嘅了，我搭架車 meter 有 heart rate 加 speed 啊。了我舊尾我講手錶你嚟去 qualification 你冇嘅做 sport 你我程就對啦。了我計嘅程哦。誒，但是你用嚟講，你應該俾貨你自己。是咯，我想愛買先，我買 plan 我 budget 同先啦。我是想買，因為冇便宜嘛，但是幾百塊啦，千幾萬2,000啊嘛，你哋買 plan 淡薄少，淡薄輕淡薄你度件啊，直接落一塊啊，10塊啊，1塊都買冇啊。你是第啲咁平啲女啊？少夠4半未咁唔未俾。少。少嘅咁邊流汗嘅分別得。แล้วอี attract 到我嘅 heart rate 啦，咪咁樣真好用，我 feel 真好用。อี超標好用，แล้ว尤其是嘅你 instant reply 係你 short message OK 咯，你問講到嚟邊寫係你寫格蘭間啊，係你就俾啦。我老實講，你使用隨講嘛 ？audio message。對啊，問題我嘅阿媽無好，你我講嘅華語，講福建話是講咪，你 send as voice instead of send as text 咯。冇啦，嗰就是馬來西亞嗰就興WhatsApp 嘛，你以 WhatsApp 嘅 quick reply 哦，咁樣是I mean yes 啦 no 啦 on the way 啦。你是講 quick reply 你伊別到嚟邊寫講寫 essay ਹਨ嘛，下路見到你見到咯，只行主邊咪嘅伊別寫啦。特別你使英國調冇啦，後調嚟啊，後調。喺後調當然去韓國啊，變韓國人啊，所以冇用 Apple 嘅蘋果嘅 product 啊，伊用金枝啊。啲女仔，我味到你金枝嘅味素咯。冇特別我同見啲 restore 就喂 macOS 啊，哇！佢嗱咁正咧，死都唔知好笑。咩事 restore 你 macOS？就是我頂聽你講你名叫。冇啦，我姑姑2-3年我就做一道喺你看過嘅。哦。我係 restore backup 咧 restore 過，佢就清氣嘅咧，成個歪嘅。成個呢？成個歪 restore 佢能做嘅咯。成個呢爸爸咧嚇。能做嘅。成個一放咗成期嗰時候，爸爸你三年前就打 restore 愛爸爸。我掉啊！但是人啊啲韓國啊用 Apple 嘅物件，是唔是掉關去 North Korea 咧？冇看 North Korea，關去 China。特別佢嘅咯，覺得用 Apple 嘅物件，人講乜物件啊？人做數人上班。佢嘅咯，覺得人用 Apple 嘅，你就 Apple 掉落自己我諗，覺得人在上班，做咩數？你當緊馬來西亞嘅咧學過多時哦。我意思是想講愛國嘛，愛國。就是我講，下條後面數冇驚路誒
你驚你 Mac 去嘅 Apple Store 可以人 backup 叫 restore 可你可以人做啊。Sorry，我 backup 嘅功夫真好誒，我 backup 嘅功夫真好誒，我隔了以後自己做真嘢。哦。都請回得到上我做你看裡面我驚伊歹啊，是係咪啊？我未曉修理，所以特擺我驚去 Apple Store 啊，叫伊人私人工人做好啊。你個唔好啊！你叫人做物件，你叫人私人工人，你叫話解呢？我想伊人看水話喎，我想伊人看咧講，而且人啊看成真正搞特別有影，伊真正講嘅。伊人看水話，我嘛是叫伊人嘅人看咯，特別可以人做啊，因為是係是伊人嘅事，唔是我嘅事。你那是人會你叫咩名？是你有個人講，你是Dr. Tan。冇做安尼看啦，我講成個。你特別安尼看。係喎。冇。你特別安咯。我係 master。我背時我坐飛機時，我買飛機單時，我特擺點標題係 Mr. Patrick， 我冇係咯。你叫人卡路啊？伊人真衰啊！嚟吹路啦，去梅路梅東梅西啊！都飛機呀！係 Mr. 你回答啊！伊人看我 passport 了，看你 passport 了，真誒 how come you don't write doctor？冇，你看你在樣俾晒 doctor in case of emergency 使叫你嘛？係啦，我買人叫我真衰啊！我講好聽啊！我特別喜歡睇 doctor 係，因為嚇我愛做 booking 嘅時候 ，booking 個 doctor key。接 phone 嘛？係咪用 phone 咯？在話 +44係咩位啊？哦 ，+44啊，英國 UK 英國。唔使住冷啦，我直頭。就是啊，是不是這樣？唔是我，我冇知，我未知你，我唔知，我未知你 number 啲電話，好咩？哦，中國啦，中國嘅，但係片路講 hello 嚇，我諗是係咪銀行紅亮病嘅，係咪嚟撈嗰樣嘢？呢個啊，呢銀行 offer 薄薄啊，寫薄薄啊，3年寫一刀誒。我特擺成日看特擺啊，我是放咗你好好人講嘅，唔要見有你下路呀。你成平時要買你物件，我無 root 咁樣啦。而你想講行路買啊，你就買係物件，我無做。你看就係物件，我就 send 人來 police 來係物件，成日你學你欠咩浪車啊，其實啊，他成你我就直頭咁樣大錯咧。來啦，我考慮你們贏啊，我考慮。OK， 喂電話。啊。OK。你仲都講到這種啊，係騙你電話。有我看到你電話。OK， hang up 啊！嗱，他錄有啊，後頭了咯。OK，我 I think 我 already 有啊，出裏面啊。你 already 有啊？特別我買 accept 你 call 你攞用 iPhone XS Max 個。哎呀，搞爛咯，這個啊！哇，你看，一買了我抓了，哇！一detect inferior user。OK， 我俾小打，差唔多俾攞點正啊。哇，你講啊，住兩個俾包槍咁嘅，即係啲新嘅 iPhone 加新嘅 Apple Watch 咁嘅，每時。閒買了新嘅 iPhone，就愛隻咪見面了。OK，那是你俾 Watch 係講嘅，跟我講。OK，迄時咪見面，我食啦。咱walkie-talkie，你食半包咪見面啊是？我咪一項，我出嚟 feature， 這裡是手錶嘅 feature。你人有用伊個 haptic touch 無？上加你去幫別人，你去嘟別人，你有捌用無？你去嘟別人嘅，你當呢。啊，你當咧，伊個注意，伊個感覺，你有一個 vibration，你自己當。我頭時用 actually is kind of gimmicky to me 啦，伊成個 gimmick 呢？我 usually 叫住我較就是我，someone at the front door 死等嘢，即係誇張到啲我係大門。你做咩事會知啲電話？我係 doorbell 啊。哦。伊後邊真係水喎，淡薄白色啊！伊後邊。你係玻璃嘅嘛？唔是咩？伊是玻璃啊？哦。但係你就係咪我冇試過無？你看伊個 camera 會響。
後面屬於買係可以 horizontal，伊係可以 vertical，我冇試過 vertical 嘅呢。哦。佢冇水我想。哦，這下。伊後邊，伊 iPhone X 出來是就做你看了，你看伊 camera 係響是 vertical，伊曬 lens 啊 vertical，後面屬於買係 horizontal，伊係 vertical 啦，你見嘅時你卡這是係你家裡啲邊隻。有咩？你安尼是個賣喎 ？Vertical 是賣啦，你買做landscape 是你看，你見咪 landscape 是，嚇你看你手冚起來嘅 landscape，嚇。特別就是你安尼冚，你 vertical 你 horizontal 我識冚啊。冇 horizontal 較坎坷，I suppose so 啦。對嚇，但是嗰啲 comfortably grip 啦嚇，特別。我冇清楚啦。horizontal 佢哋是 horizontal 嚟，你見安尼看啊。但是我安尼見咪是白。Yeah, okay. 但是我安尼見咪是白。I suppose so. So maybe it's my imagination 啦。我是試個安尼翕安尼。安尼款翕。做 selfie。特別好，我未。特別冇我安尼是我是翕安尼，我即個 selfie 都翕，我 try 嚟翕，我翕，OK， 安尼好咯，安尼翕。安怎？你用伊 button 啊，用伊 button 翕啊。volume button。用伊 volume button 翕。OK， 攏去看，攏去Instagram is， oh so sweet，so sweet。家己學攞家己嘅，看這人。我送白你快翕啊 ，John。เราจะไม่ขี่ Instagram อีกครับเอามาตัดสินปังสุดเราเกิด follow ว่า Instagram 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ยนโอเคเราไปถูกก็ Instagram อีกปังว่าต้องกินปังไม่ปังล่ะว่าต้องกินปังตัวที่ว่า post โอเคแล้ว这禮拜特別嘉賓呢就是摩多林啦然後之後好屌冇聽就好屌有opinion個好屌係咪呀？不聽你 opinion 嘛，新嘅電話。我感覺 iPhone 同 Android 就少物件，不主要就少新嘅物件啦，你冇感覺咩？你係特你唔出新嘅物件，你唔打係你是 expect next iPhone 你 next iPhone 係多水落地啊！我講啦，我知道我第一時幫係咩就，因為 Dual SIM 接落來是我需要嘅物件嘅。因為我古早啲中國有時我需要攞嚟電腦好平嘛，所以我古早啲中國我已經俾百里去咩啊，Samsung 就揸到出嘅，我係攞條 SIM 卡嘅。特別當今人來個自己100年啊，已經冇需要攞條 SIM 卡咧，因為另外一邊我當時嗰度用 WhatsApp 啊，嗰用 WiFi 嚟使咧，我冇需要 SIM 卡咧嘛，而家揸到出 Dual SIM 卡喎，你講極氣哦。特別一出 Dual SIM 卡，老師講講是 for 咩啊 ？for 中國嘅 market。對，我知。特別中國嘅 market，中國正早都 already 有 Dual SIM 卡啦。我哋中國做工嘅點解只可1年點是已經有咗咯？係啊，特別你睇唔睇？因特別係 Dual SIM 啊，因特別 negotiate 嘅伊中國嘅 company， 政府嘅伊嘅公司電話公司有在哦。條本啊，我明白。嗰時間係激氣咗，攞嚟做幫行嘛。Apple 是講 we just want to make the best, not the first. Be the first. 哦，真係講話，你 copywriting is very good。marketing。我來就是伊啦 ，marketing 真搞。講阿咗，你學到幾把聲講款。我自己買啊，我講。我是唔是你買？我唔知啫。你做出來看，好看嘅嘛？做咩看啊？你做快我唔制嘛，甚至你俾我唔制，跟住後尾有人就自啲卡住卡我。你嗱啷看咧？嚇，是條小影嘅啷，特擺床掉啊！你是 Apple 好啊，佬。是啊，真係啊。你係當書，你做工嗰邊嘅時報。哇！特別 actually 我講你講啊，我講重點啦，我就是國家暑假 iPhone 過 Samsung actually， 我國家暑假 iPhone 嘅，依家我真係關係掉。真係關係啊！咧，一個簡單一部分嘅學習就係咯，一個一點是咩就？一 keyboard 啊，我門背就是一 keyboard 較好排就，我覺得Samsung冇好排。我第一激氣，就係第一激氣係邊就？
English 佢冇安尼，我冇安尼激氣咯。因為有陣時我拍Korean呢陣時啊，我冇明白就是這是用本土家己嘅 product 嚟嘛。特別做拍起來，我用 iPhone 拍Korean啊。我係按照講，我 accuracy 較懸過咗，因為伊個自動換安樣下勢哦。我帶咩嗬？我帶唔到字本，我因為伊個字是倒起來嘛，我倒唔到物件上嚟，我會 break 啫。嚇，伊個變好啊，嗰種，伊個變，伊 autocorrect 變啊，但係我唔知Korean變咗，Korean Samsung 啊，我拍唔到咧，我拍出來咧，伊隻教伊 intelligent 本，伊就是講伊就講你拍下邊，但係伊冇話咯，唔是 Samsung，好聽，唔是，係你唔是 Samsung Apple 嘅事，係你是 Android 嘅issue。啊，對。哦，Apple 伊安尼嚇死yo，Android 發展係你哎呦呦。Because Android 唔是 Korean centric 啊，對咯，因為你就是說，伊會知講我愛拍下邊物件，伊會互我調誒 spelling 出來，特別伊互我 suggestion 經咯，就是講我要看頂面了經調一個，特別我就麻煩咯，特別 Apple iPhone 嘅話咧，伊會自動換話咧，伊就講97% of the time 都是拍一個物件咧，我知啦，一直到換話咧。我講聽係咪數即 Apple software 較 strong 就是呢，伊人啊，樣 focus 一隻 on 伊嘅user experience 啊，所以 even though 冇插，你每毛估看，伊 for 即 universal accessibility 嘅好前面人不一樣嘅，伊嘅 software 啊，真唔做嘅咋。所以唔是想講哦 ，just because 啊，為講伊學前面人嘅用，所以做淡薄物件係，因為佢哋 team devoted to 嘅了嚟咧，伊叫即係前面人用嘅咧，伊人嘅伊 focus on user experience 真 strong 嘅數，所以讓 spend 在這裡度啲邊啊，所以 development 啊，伊 research 又好。了個一個物件是，我媽無用 smartphone 了，我個想甲伊買。彈出嚟 Oppo 嘅 phone，Oppo 是 actually 較好嘅票，我想，特別伊用 Android 嘅 OS， 所以伊上我嘛用，然後我嘛聽到每人咧要做物件時，唔知做物件咪聽到每我，所以我在，我有傾傾，你拍電話去 Apple Store。我就是我有傾掂這個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你看，後點講咧是叫 Android system 較複雜。你要做一項物件，你就要搭三刀；你要做上嘅物件，啲 Apple 你搭冇一刀。嚇 ，Apple 嘅物件你要做物件，你搭你看兩刀搭三刀，你做啲 Android 啊，哇，搭個幾啊百刀啊，10刀，嚇。但係伊個 benefit 咧，我 feel 到伊個 benefit 呢是伊較 customizable 啦，特別伊 user experience 較叻咯 ，because 伊 customizable。對。特別我同你講，我是真係 confusing 嘅啊！我是外邊，我是外邊嘅就深度我是外邊嘅就，即係呢，我到這邊了，我愛用深度筆，係咯 Apple 佢別好用深度筆嘛，所以我佢冇辦法嘅。哦，你不要別，我 at least 我講我。你不要買即個 Samsung 嘅 Smart Watch 咧，用 Samsung 嘅 Smart Watch 嚟做你 Apple 你 Samsung 筆深度筆。我無論你搞咯，迄陣時我冇想到一點咯。特別我唔使 A 筆啦，我時間講人哋，我使講我係用我係手錶嚟。唔係講手錶嚇，啲韓國啊，伊個深度會深度嘛，有深度筆。深度嘅，真嘅，唔靈啊，咩女啊，用一深度去。真嘅，我冇講笑，我嗰啲是做 writer 嘅嘛，是唔是？我特擺去即款 convention 嘅嘛，有一擺深度啊，做真係真大嘅 convention，啲 KLCC 嗰邊啊，伊個 concept 深度啊，內邊都是伊有錢嘅咯，伊個價啊有錢嘅，伊在路。伊在路嘅深度空無空嘅咯，伊空了下，伊就出一個 shopping list。然後我問你 ，Amazon。哦，yeah。其實 Amazon 剛買迄個好複雜。哦。啊。用深度筆。我講Korea嘅物件加料是 connected 嘅，加料，你有一個。
local 嘅 phone number，唔是咁多人係俾嘅就，因為我同這邊我有一邊嘅 visa 我係俾嘅就，你電話號碼，我電話號碼我咁了唔記得是零嘅就，所以你講佢哋成都會出 list 嚟買物件，直頭用三雙俾嚟賀你賀我知嘅，是咁了物件 connected 嘅。誒，你聽了會驚未啊？你若是你會jamban connect，你會jamban connected啊？你幫助嘅時啊，伊講哦 ，there's blood in your urine。頭屋橋一路咁，哇！一驚未啊？未驚啊！以後我就話我呢個嘢講，你就冇幫助你，你講哦 ，you are pregnant。我是衰個學師哦。阿龍，你合併用嗰啲嘅 law 啊，generally 啦嚇，嗰啲 publicly 看，依個 percentage of Android usage 加 Apple usage 就幾%？我感覺啦，我自己感覺，我真係目睭一受過嘅啦。我感覺咧 ，Apple 有40%咯，第一招有40%，第一招。我係本啊 for 真得貴呢 ，Apple 真得。Because 我講聽我講，你哋記到未？你今日看到三個 brand 嘅啦，電話你今日看到三個 brand 嘅，唔是 iPhone。就是 Samsung，啊冇就是 LG 啊，你看別就棒咧，你未想講 expect 講話華嘟啊，冇可能快掉嘅。我係韓國嘅朋友就成啊，就講我俾 iPhone 時啊，我麻錯啊，講你做咩用Samsung？你冇得對咗，有啲人啲這邊國內人，有啲人是影響，你就係講三嘟有冇咪好嘅 scandal 嘛，是唔是？所以有一隻 righteous 嘅人啊，有時拍死本買 support 三嘟嘅物件嘅。哦，了意思。我哋款嘅人嘅就。係啊。因為你有別嘅 option 嘅嘛，你除了三嘟，你有 L 嘟咧。L 嘟咪是韓國啊。Actually 我特別講三嘟嘅物件，我真正suka，我第一 suka 愛三嘟嘅物件是伊朗嘅電視機。伊朗嘅電視機啊，哇冇得頂啊，真真好。特別我同你講啦，三嘟嘅電視機唔是第 popular 嚟㗎，第 popular 韓國人，韓國人較 suka 嘅電視機，感覺較好過你啲電視機 logo 買掉嘅，看了較水嘅，冇是 L 嘟。你係買電視機啲 Korea 咧買 L 嘟。L 嘟這邊冇蝦米，伊人看這邊 L 嘟買冇蝦米起啊，冇看。L 嘟較水嘅。tapi samsung yang電話當機咪你 iPhone 較貴啊，yang當然 include 隻 SIM ejector 好了。你本地人咪海嘛？你本地海啊 ejector original 嘅啦 ，original 較早係當機阿威冇啊嘛。用隻我魚啊，用隻機我魚啊。我 original 到底係邊個？等我做 Apple 時我就隻機，特別啊，到我等我看嘅時我講聽隻出啊，隻變咗。即係 episode 落落出去哈，咱 continue 講 ，because 我俾 explain 呢個即係 poster， 我俾吐即係我俾吐依個 sim 出嚟看，哦 ejected no sim install， 啱加啦嘛，update 啊 ，hey it actually 我回講者啦，浪俾掉嘅電話啦，我唔知我冇講過喎，啲韓國人是我俾 iPhone 換好啦，翕相一定都有聲嘅咋。嚇，我知 ，because 就係你變色人啦。你變態啊！所以翕相一定都有聲嘅咋，我用三嘟又好 L 嘟下面電話，過了出嘅話咧，過了俾嘅話咧，一定都有聲嘅。做咩事呢？伊買話人頭翕相嘛。你變態人都有借嘛？所以你別看佢咗，你去下面 setting 唔好，你看掉咧，一特都故聲佢，一 set 好事啦，一 Actually, it tray 啊，is double tray 了啊，一號 double tray 了啊，一號 double tray，但伊頂面伊個 get 地鐵，所以你別行另外一個。我伊特別 slot 這期，伊想 spring 啊你，伊講我想你是 single tray 來，阿 John，你是 single tray 來，因為你嘅 double sim 是用 eSIM 嘅，一個 eSIM，一個 physical SIM。冇，伊有伊 space 入邊伊無夠快，伊想 get。冇，伊特別殺嘅 John，如果佢看到伊 keynote 咯，伊有攤殺嘅，伊想 spring 很 loader 嘅。我係冇，我係別，我是你中國 maybe 啦。即係伊個特別伊個 thickness 啊 ，because design wise 看伊較厚咗了。較厚。特別所以伊一邊有係
即時候都係先咪攞一邊都看到一櫃嚟殺。But on the other side，另外一邊有一啲鐵叉了，都看到。佢哋唔是先未興，佢哋唔是先未興。所以我知，但係伊做伊 shape 冇想，伊個未係伊第二個 trait，because 伊 phone，I think 伊 phone 是像嘅 physically，佢哋都看到一陣間係較教佢哋。That's a single，佢哋是 single 嘅。但係佢伊買伊嘅 SIM tray 嘛會啦。冇啦 ，maybe 伊 phone 冇啦 ，maybe。But 我是講伊 thickness 啊，伊 thickness 是做 for knowledge 先嘅，是講伊好嘅 trace 出嚟。是啦。對對啦，明佢一做一坑嘅時，一做出 size 嘅坑了，伊萬係做 knowledge size 嘅坑。我就是想講貴咯，係 manufacture 唔貴咯。哈。OK， 但我查到對啊。So 講中國嘅就是冇上交啦。你講咩中國？中國嘅dual SIM嘅就是伊就是冇想要啦，內邊冇想要啦。淡薄伊sense，伊是伊拖冇上，啊，伊 SIM tray 冇就是上嘅。伊 spring tray 一個是樓卡是 spring loaded 嘅。是啦。OK，都要講啊。我啲要講。哦。我 OK，當然嘛，我俾有，我去到我愛攞嚟先，我是唔是去 eBay 阿擺啊？一出了去 eBay 賣中國嘅拖賣用。maybe 伊 disable 伊嘅 contact 啦，面哦。Yeah。OK。It depends on 伊嘅，可能你電話對伊就對伊嘅 function 咯，你特別去中國買嘅一個 iPhone 嘛，會哦。哦 ，OK 啦。好啊，你有嚇？冇 adapter no now？有啦，阿妹冰，阿妹，你冰佢阿妹，咦冇啊？冇了，舊年都有個，舊年都有，今年冇了，冇 adapter 了。哎呦，我俾10個咯，我10咪是有，就是當然冇了。哎呦，慘啊！我買電話，愛買 Bluetooth earphone 了。Of course 啦，買你 即係 Apple 嘅，特別 Apple 乜都話買個，當然出事嚟嘅。我冇 Apple 嘅，因為嚇我係而家真聽內邊。你聽咩？你 try 看，你去伊個店 try 看。你會而家坑上寫啦。我伊個 AirPod 啦，是唔是上甲伊個 normal 嘅？阿漢，你講是這個是冇？阿漢。啊。啊，嘛那會聽啊，你都冇聽。阿漢啊。冇伊個 shape 相關，伊個 generic。伊個 resting brain 呢？冇伊內邊。哦，吐露啊。哦，真聽。你就買普通嘅 Bluetooth 咯，成日我買迄個酷我啊，淘寶買啊，70塊，處理肯插落去呢，會嘅。我有啊，我聽到我做 exercise 當然我冇停啊。我看到。當然嘛，我用我 JBL 嘅落爽。普吉羅海嘅了。普吉羅海。喂。我感覺你嘅即係嘅啊！你看你下。個飯機啊，即個飯機個大地。呢啲中國買淘寶嘅褲啊，嗬，依個 magnetic 點嘅咯，when 你點點先，is off，你都嘅開始 on 嘅咯。哦。俾10幾塊呢，我俾。一冇啊，129人民幣啊，我記。聽下臭氣人哦。赤姑姑臭氣人啊，聽正嘅。問講啊，即係我請佢哋，我做咩事？我買佢哋 AirPods 就是我冇驚講伊做我臭氣人，因為我請我當見嘅 wireless 嘅 headphone 是 Bose 啊，即係 noise cancellation 咧，我免開嘅大聲啊，伊嘅 music 啊。啊，對，有 noise cancellation 嘅較好咯，特別冇辦意啊，有 noise cancellation 嘅真貴嘅。你諗下，我有一個 problem， 我耳橋咧。個 earphone 啊，真聽咯，有時。哦，喊你特別去過了了做 plastic surgery 就好啊。就是因為我用 in ear， 我冇暑假用 headphone 嘅時候你款咯。冇啦 ，in ear 啦，成日嗌咗你喊地氣又托卡哎哦，我只係治療耳啊，淡淡啊流汗。啊，是我當時就咁呢。
安尼喺衝佢了。啊對，我當時我 before 我穿嘅時，我係迄個冇事啊，我夾咧我 tissue 啊切嘅，我一成你就頂到穿嘅成日伊流汗黏黏咧。哦，OK。誒，但我你冇看到個項目到零，我手錶開，你看到？一個邊啊，佢邊啊！嗱，你看一個邊啊，開起來唔個呢？佢哋伊 graphic 偏人嘅冇腳邊啊。哦，水啊，知道個水，我個 surprise 啊！你真係唔是你哋做人可能你當今伊band 啊，伊大冇參咗啲 box 啊，係咪？你領過啊？哦，你領過。I wonder why 佢只對佢 return 啊，伊冇想。最數都俾攞嚟 ban 咗。No， 我本地會買 Nike 嘅 band 咧，แล้ว伊 Nike band 是白嘅，佢只是白 instead of grey。แล้ว我佢สุก伊白嘅，特別我就等個10個月嘅攤開。哦，แล้วว่า未打鼾啊嘛，所以哎呀，尋日我都知。你是買 Nike Plus 啊？哈，我想買你 silver 嘅 Nike Plus，伊個 band 是白色嘅，有一個 reflective 嘅啊。因為講呢是薄嘅嗬。哈，伊是 nylon 嘅。哦。伊是你知伊是想你知 Velcro 嘛是嚟 hook 一個 loop 嘅咯。伊佢哋 band 是 loop 嚟咯。哦，你一 hook 就正你 hook，係咪？一 hook 就哦是 hook，你個料是 loop 嚟，所以實女人係。特別我未 try 過，我未 try 講我打嘅時，呢度快嘅打，我未 try 過。我是個穿嘅你 magnetic 嘅，伊成個棒棒喺你啊鐵嘅。哦，你 Milanese。啊，我唔知咩名啊，我不是去中國買正便宜啊。啊，我咪想。哎呦，別當買啦，正你少啊，馬來西亞你700-800塊啫哦。美金時係150塊呀，150塊。我180唔知150佢哋等隻貴嘅我喺 Amazon 俾49塊，唔知39啊，邊講充電話都俾你調度情啊。如果你 metal 唔知是要度嚟講。樣嘅啦，不要緊啊。你用本好俾掉皮康 cancer 本啊！有啊，你創會啊？你創會係咩事？哦，掉皮康 cancer。哈，我聽到。你一個講咩手錶？但我咪叫佢講，我冇到零都冇個嚟，後頂冇個嚟，後頂都買咩啊？手錶我傻俾俾咯。你 Apple 啊？你唔是講要用你 Samsung 啊？冇，我同你做心都接入電話咧就搞啊嘛。特別有 Apple 嘅 iPhone 都計用你 watch 喎。哦，是咩？我未曉咯。我未，你冇電話未用手錶嘅咩？未。特別甚至手錶會使用 Apple 電話。有。嚇。你計俾新嘅 iPhone 咧，俾 Samsung 嘅 watch。夢想咯，我見你俾試你咪部 Pro 咧，夢想。哦，你會俾大隻12寸定係13寸咧？冇啦，我梗係13寸就夠啦。我讓我咧借你12寸咧，我講12寸對我嚟講是嘅就冇需要嘅啫。只騎，我咩事？係咯，只騎啫，一個檔咯啫。我嘅暑假就攞翻13寸，我把你俾日本貴貴整。啊，你唔是特你俾啊？你是我只借你俾，就打我諗我講破鏡。好羨慕會嚟蘋果會度無聊啊！嚇？會嚟蘋果會無聊啊！咯，好啦，今年我俾個今年開個最女今年。係啊，對，我唔知乜嘢。你有聽過？應該當今伊是用 USB-C 啊嘛，你 iPhone 是用 USB-C 哦。冇啦，still Lightning 嚇 Lightning 個啦。安裝你奇怪嘅。because 就 common 嘅事嘛，你上課你 OK， 我講你去 airport 你未記嘅，你 charger 去嚇，你未記代俾，你個硬幣嘛，你個冇 USB-C 嘅硬幣。哦，有咩？唔是咩？啊 ，USB 嘅個門 ，USB 嘅個門。USB-C 嘅個門貴嘅落去，嗰啲是 USB-C 嘅。USB-C，哦，你是講係 port，我想講係 cable。一 port 掉。哦，不。一 port 嘅 cable，我同你講。
伊嘅 cable 連帶數有難買 OK。我想你講伊嘅啲的 end connection，你是講伊嘅 phone 嘅是唔是 lightning？唔是。iPhone 唔是 USB-C，唔是。是你 MacBook 唔是 USB-C 咩？是，意思講電話。Mac 是 USB-C，Mac 是 USB-C，我奇怪講安卓 iPhone 唔是 I think USB-C 要咯。被等嘅幾耐 generation 成。會是人嘅咯，你等下你dual SIM 等咗估。10年咯，8年咯，要多先。你估一個伊用佢安裝嘅電話卡咯，用電話卡。哦，下掉搞 good idea，good topic。是哦，就是買電話卡嘅時間咧。我電話卡我用一個 brand 呀，其他我唔係甲我講嘅，我淨係錯攞嘅，因為我做 sport 嘅嘛，我用 Autobox 成別行票，我唔係講啊。因為我買迄個 Autobox 拍算我買迄個200幾塊啊，我去你馬來西亞迄個咩啊，Autorize 店買伊卡了，了係我搭架車對啊，我下到車頭前了伊個卡啦。然後火車喂，喺度頭前不見去啊，仲要被吹冇去啊！伊你 Autobox 嘅 Defender 嘅，伊真好用，伊冚頭前後尾嘅，伊冚頭前。我真未打鼾搞嘅。你看我 case 我係 Apple 做嘅嘛？唔是 Apple 做嘅 case，就是 Apple 做嘅電話，我跟佢用。我 so far 我未拔到個啦，搞到白天講就成，唔覺嘅。tapi應該講，這邊嘅 Korea 是快 cashless 嘅咗，真係 cashless 咧，所以就是人是佢哋用張卡嘅咗，所以我哋人是冇用 wallet 冇用包行咧，伊佢哋用 handphone，伊 handphone 也冇卡，但係是係張卡嘅。係咯，我是係我係 IC 咯。Android Pay 嗱，等你看個不都買用下你看，不都買用是咩？伊係 Metro 嘅價嚇。不都買用那邊真亂嘅數喺巴剎那邊，所以唔別講話。阿妹路人行那是啊，伊是 wireless charging 嘅嘛係。那是用咗 case 了啊，伊個 wireless charging 哦。我係情形啦。我係情形是我有一個 case， 我 case 故事係一條卡嘅啫，所以我是 get 一條卡。get 一個 case 了，跟住我就話我本 A wireless charge， 我 try 個 iPhone 不是 A 本嘅。你是用你特別在講是咯，有咧 charge 白嘅，你特別俾掉嘅 charge， 我唔知，以前是有一個 logo 嘅，有一個 logo 我未記是係咪 logo 咧？哈 QI 掉，有迄個 logo 嘅話咧較會。安尼看。你係去 IKEA 邊係 A 本嘅？嚇 ？IKEA？IKEA 都頂啊，有賣咧汽車啫嘛。OK，因為我看到有幾個 brand 有一個是Belkin啊，嚇，我唔知用邊，我看 review 呢隻，因為我用電話卡。我冇用 wireless charging 我啊。我同你講啊，我細時本時講只方便嘅咋，所以我嗰啲係掉都直接踩咗，我只方便咯。特別 actually 是更加冇方便咯。你嗰啲係準啊。唔係準，你就真正係本 OK， 你係咱拍 OK 係點嘅？特別我就只會拄到，我做工嘅點聲，無時冇困嘅點聲啦。我就最拄到講電話是時係一個所在嘅啫。我有陣時看到 message 我就帶嚇，你點樣夾起來帶，夾起來聽電話，真正冇方便咯。但是你 charge 掉我佢不要緊咯，一對到 cable 嘅我你佢不要緊咯，你係你為了啥子真係頭聽嘅咯？你尋為了啥子聽到邊位肯聽啦？係嘛？揸嗱講我。有嗎？當佢有新嘅 case 啊，是人哋可能你可以查咗係等係人咧。你就叫咩哦？你咪叫做偷過幫配咯。你唔是偷過幫配，你是叫唔知我表講係叫食西幫配啊。我講聽，我頭我不用過去查咗就調喺名稱邊嗰咋。你一個人打啊，早起請起來時啊，我阿仔去，我阿仔去踢掉伊電話，伊because 伊我嘅邊啊，我名稱邊啊，就到頂是係伊熬水是可以啉嘅嘛，然後伊就好似伊特別啉，自家啉水 from 我熬嘅，佢就是熬嘅，所以我幫助是伊熬，然後我邊啊就一排火頭前就是就我查緊嘅嚟 mat 咯，然後我就喺我嘅 phone 那邊查咗，然後往時你踢掉伊啊，然後刷起啊，你唔查下咯，
你佢車是出10%咯。แล้ว我就會等好個就係 iPhone 差只快啦，但係我都查是差只快，特別你，哇，就把刀，你我等你 Apple， 諗你講你蘋果你 Air Power 係什麼 Power Max 叫做咩啊？Power Pad 嗰樣是咩唔知啦。等陣我特啲買 iPhone 嚟睇到，你啊 discontinue 冇yang announce last year 嘛，舊年是最 OK 哦，最拍到啉水，條曱甴。charging place iPhone Air Power 是蘋果嘅頭 charging 嘅 Mac 咯。頭舊年嘅 announce iPhone X 是用到 announce 被出咧嘛，之後被出講到今年後尾 cancel 去。冇去啊，意思是講冇 announce 冇出啦咯。我唔知是冇 announce， 伊冇 announce 是 until either 是 discontinue 伊個 production 伊個 development 或伊特別等㗎伊做成嘅時間出。Air Power， 所以我是要等 Air Power 嘅仔哦，等冇等一年都冇出啦。冇啊咯 ，Apple 佢會 charge 我手錶，佢會 charge 我電話。所以你若是要較大咧外口嘅迄個咩 pad 啊，迄個紙 pad 啊紙 pad 咯。這個被上看做紙 pad。等下佢真發神啦！我用紙筆真係。什麼？你講我講紙嘛？我講紙筆啦。我都係紙筆。Oh my god！ 紙筆。marketing 啊，成日你啷看咗你？係咪嗰啲博多日文嚇？英國掉。英國掉。哦，一個別。伊食博多椒啊！你即係你定住是咩嚇？微微娃娃叫 message 話講看到你藍椒嘅，我啷看到藍椒嘅 drink 哦。Yeah。有藍椒 drink 啊，藍椒係水啊，伊咪做藍椒嘛 ，blue 加 color 藍椒，因為伊去問嘢啲閩南嘅人啊，因看到我覺得好笑咯，叫做藍椒。有就是想講黐白，就是可能就是講黐白啦。喂，伊若是迄個黐白，咩個大地嘅黐白啊？伊是唔是三行做就夾你唔知咯？伊 Apple 嘅 supposedly 嗬，伊是 charge 你嘅電話，參 charge 你嘅手錶加你嘅 AirPods。嚇對，特別若是等外口買較大地，伊唔知會用無咯，三厘就係 charge。伊都so far 未有，that's why 做未成就是 maybe 做未掉數。哦，你冇伊個冇錯，伊都揸住點先是伊個先急正濟，迄個 data 本啊，因為伊個 notification 看你電話嘛。嚇？係啦，伊個 show 好你電，伊個 show 你看講，你手錶揸幾 percent，然後你 Apple 揸幾 percent，尋埋你電話揸幾 percent 嘛。喺度冇用 data 咩？用 data 咩？伊冇用 data，但伊愛用伊個 something like 伊個 communication 啊。啊，並而個人家 challenge 嘅時候做唔知啊。我冇明白咯 ，because 我是講伊通伊接一下得人看下。啊，因為我看到伊嘅記錄出來，點解是伊講嘅啲物件嘛？我就不話你好了啊。伊嘅 illustration 一個出嚟，可能行落去是伊跳過去一段話，然後呢？哈，伊個成個有 animate 嚇呐。唔知伊，但伊唔知伊 problem 上面咯，我唔知㗎，伊到底伊 issue 是咩？唔知，可能有 concern 個 just 佢拿刀爆炸成個三度的呢。OK，嗰邊嘅爆槍個啦。咩爆槍啊？冇啊啦。我就是被夾咩嘅面。係咪嘅？你帶我出嚟試啊！你帶邊嚟學嘅啦 ？Instagram。OK，會使。
แล้ว當今我要講這先這禮拜特別嘅邊呢是 YouTube 嘅人咧嚇，你就等個下禮拜第二禮拜是我個幫姐嘅，不是然後就落咗來，不是是嘛？แล้ว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點走起咧？個獨白啦，個老椒英國中啦，個老椒後調，不過媽又冇出聲，邊就亂嘅事。แล้ว個誒，按照一句來啊，我冇看到哈，名名啊，我唔知你要叫咩名喎？金佩 ，OK OK， 金佩，你要講啊電話嚇？冇，你要講幾啊？冇，我上次就嚟講過。係啦，佢哋講幾次？金佩我初兩未看到咯。有啊，嗱，一般 spaghetti 嘅。哦。แล้วก็มอเตอร์ลิงพุยความไปเดียวมาในพุยสิเท่าเหมิงแล้วก็มอเตอร์ลิงนะก็ตัวมกอละก็อาหารนะแล้วก็แต่มันก็จังเจ้าขี้ฮะก็ตุบะแล้ว加工แล้วก็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ก็今次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